好了，你在那边。哎，杨，你太恶心。哇，有香嘛？好香的。洗厝干、送私床、卖菜公肉、上公帮，落做下做料理，好运用办味道床。基本呀，洗人下来做厝，可以请落皮嘞来做好食嘅料理。夜摆嘅两组洗厝干，系对形状来嘅四个细阿妹嘅。记得啊，要用自家嘅剪刮，浸出木香样品种嘅落皮嘞，行为好变化多多嘅料理。接下来看，基本嘅记得要拿出乜嘅本店来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这边有没有卖梅花肉？有啊，这个就是梅花肉，太棒了！这个就是梅花肉啊。我需要梅花肉300公克。你怎么切法？这是你要带皮还是不要带皮？要弄料跟它一起搅拌，然后腌制了，然后再。那你这样就是要搅的啊，要搅的才可以拌其他东西，拌一拌才可以做啊。那请问梅花肉要怎么挑比较好？猪肉就是挑它的肉色啦、纹路啦，纹路要怎么样比较？就是有一点油花这样，就比较好吃。帮你搅一搅哦。烧肉要搅吗？那我们先不要搅好了。你是要做什么？你说给我听。白萝卜烧肉，就是一块一块米，那个叫白萝卜烧肉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就好那就这样了。哈，那就这样。可以算我多一点吗？有了，他说多少，老板多少？那他们做作业，拿50就好。拿50就好。太棒了！拿一个算你便宜。也两家菜系咧蛮唔错嘅洗厝干，系用富贵少2人成嘅松巴卵，平稳老便宜。虽然啊，佢哋嘅用嘅有啲茶片，身體咩冇香用，不過是愛佢哋兩三向下出現，現場總係動腦嘅咯。佢根本嘅啊，那我一組又係那2位嘅洗厝干咯。嗨，你好。耶！为什么那么漂亮？你有怕老师是不是啊？对啊，他很恐怖。你连这个也要拍，走路也要拍哦。不要再拍了，我等他来。原來係宋伯又來做個料理嘅名義啊！大件事情都同校門用我愛用嘅名義，係一個超級好奇寶貝。希望啊，根本唔會個門，錢用我唔拉嘅問題咯。寒假啊，你係唔係要夾錢到人嘅同學，向下出發去買菜咯？他人呢？问题他人呢？你喊他的名字，他就会出现。小眼睛啊！兩家同前嘅洗厝干總算始終強下，反而還係強用。一出現啊，就係開容笑面。根本呢兩個好朋友，第一擺愛到鹽烘去尋食材，唔知啊，我綁唔錯菜模啊！什么破荷叶？我知道啦，我知道，你看我画的，我上网查，上网查了薄荷叶，你知道，全部都是我查的，他都没有画，因为寄去你那边啊，樱桃萝卜长那样，圆圆的，下面有一根虚的。放进去。小叔叔你好，我们来找樱桃萝卜，请问樱桃萝卜在哪里？樱桃萝卜就在这边呢。这个比较细。夏天的樱桃萝卜长得比较长，冬天长得像一颗球。这个樱桃萝卜跟我在网络上查的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呢？网络上的比较红啊，可是这个有一点偏紫。偏紫哦，其实就连一个小小的樱桃萝卜，它也有好多品种。那这个要怎么铲除？它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这样拉起来而已。下面有一根须。它的根呢，一般你这样子带回家的话，丑丑的，而且会带泥巴，所以我们一般包装的时候会把这个根剪掉。所以剪刀功能是要把它的根剪掉。对，把它剪掉。是啊。动手。哎，等一下，妹，你这样在那个萝卜的上面一剪掉啊，它的土掉到哪里去？所以要先拍土。不是掉下一颗萝卜，所以你移到那个哦，要改吗？这样才不会每一颗菜都脏兮兮的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啊，然后这样要叠整齐。你好粗鲁哦，你把红苋菜拔起来。可以吗？对呀，那里也有啊，那里也有。
就摕萝卜嘞，料位含有拍菜、麦的、萝卜叶的，都係用温室嘅方法。种下所味道唔鲜肉嘅，唔噴除草劑，還要嚟凍到雞嘅，來聽說私蟲哦。哇，有一只鸡就躺在那边，因为很热，很热。很热。你们都在流汗，他穿了一身羽毛，他不流汗吗？当然流了。当然流了哈。好，我们看到小黄瓜了没？左边是小黄瓜，右边这个就是樱桃萝卜，一人要捡一颗。对，有刺。很刺吗？嗯，对，超刺的。不会啦，因为有刺。因为它很新鲜，所以有刺。有吗？不要。但是你一直摸到最后刺就不见了。你再刺不见很好啊。越来越不新鲜就没刺了。有蜘蛛啊，好恐怖哦。有虫的你会那个不好看的你会不喜欢吗？不好看的我会。不会啦，因为吃到肚子都一样。把这些草拿。你一只手抓着，还要我帮你拉着。我们拔一根就够。换你自己拉着，上面都刺。是的。不会啦，有虫。还有虫啊，剥掉。你干嘛啦？我吓到有东西哦。没有啦，是绳子，你们。哎，都是我幫你們拿的，你們自己捡好不好？因為很恐怖啊！種下所嘅農場，就係因為無鮮肉嘅，故所加大嘅蟲嘅才會暗多。唔過也未代表菜天初都當好食，有空間，才會有蟲嘅來老人搶東西食啊！薄荷在這裡。你怎麼知道？你剛才講啊。對，薄荷就是這個。你知道嗎？這個你有查過？有啊，我查了，畫出來是鋸齒狀的。鋸齒狀的。然後聞聞看，這個是口香糖的味道啊。不是。是啊。你有沒有吃過口香糖？有。那你吃什麼牌子？這不是口香糖的味道。這就是口香糖，這不是口香糖，那什麼才是口香糖？這是口香糖的味道。是啊，這是那個。揉一揉的話更香。嘿，清健口香糖的味道，有人拿來泡茶，或是那個小糕點上面會放一小片薄荷。對，會有，可以下吃嗎？可以啊。你好像神農氏哦，長白草。什麼味道啊？沒什麼味道。沒什麼味道，涼涼的啦，涼涼的。真的啊？我再拿這個給你。我也不要吃了嘛。吐出來可以嗎？啊，這個長得比較小，我們長得。吃掉。吃掉。無香樣嘅節氣度，講中人啊，只有甜食來做無香樣嘅搶菜果子。比如講，熱天係瓜果太粗嘅季節，秋冬嘅葉菜類清豐富。故所啊，農夫是係365日，當然都係有自家生產嘅計劃時間表哦。好，我們加錢啊！加錢啊！好。裡面好。好了，好了，你在那邊，你在那邊，你在那邊，我在你在那邊站那裡就好了。好。這個會陷進去，裡面都是沙，而且黏黏的，有時候會撓起，有時候會把腳整個黏在裡面，裡面都是涼，然後外面都是熱的。然後我給你一人一顆苗，苗來，陷進去，拿底下這邊根部起不這邊，來了，這踩下去啊，恐怖！拿這裡，拿這裡，手拿在根部這裡，然後往土裡面插大概15公分，15公分，對，然後距離要1公尺，然後用力插下去。裡面那個拿個根部插，要不然它就不會插不下去哦。對，然後插直就好了，然後弄一弄，把土撥一撥，讓它站直就 OK 了。我還想再多踩。無下嚟貴州省，親身到農場來行一轉，了解有機嘅搶菜。雖然啊無好看相，不過食到最多會安心動到哦。有機搶菜嘅家私，會無香用無，就搞本二到兩撒來望看看下咧。那你覺得我這3種東西，我哪一種最難種？應該是薄荷最難種，薄荷最好種。啊，是啊。這個第2好種，這個最難種。我也覺得。這個最難種，因為你看嘛，它蟲非常愛吃啊，它還要幫它搭網子啊。你看它下面都是要用培養土來種啊，所以它很嬌貴啊。大概多少錢？1000。1000哦，1000買這3種嗎？對啊。真的哦，謝謝。
哦，没有啊，要不然你们用多少钱买啊？就是看多少钱我就用多少钱。那我们一份200克是40元，所以这大概是2， 80，对，这是80元，这样大概是一份啊，40元80加40，120。 ，120了。那这个因为它非常好种，让你们留作纪念。那这样总共是多少钱？120元。那还要杀价吗？不要，不用杀价，对不对了？杀了，不要烧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哦。你等下去超市可能要花很多。我还杀。农夫那么辛苦，对，真的，而且这么便宜，不用杀。对吧？我知道你们要干嘛。你们要干嘛？所以你看农夫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看，真的。明年正经冬天贴，漳州农场做得办仪式，就做得体会到耕种人的辛苦。故说下140度菜的时节，每行要记得，也是耕种人辛苦种的哦。没有为什么都不敢拿小黄瓜？因为是他，不是这样是都是我在捡的，好不好？是有虫，好吗？我刚才想问他，你们是不是没有喷农药？当然没有喷，这样我们才花了100块。刚才他好笨哦，因为人家花了120，1000减120会等于680，太强了。因为我听到农夫在那边讲，我就傻傻的就是说，哦，对 ，OK， 好。26块，那是你看，那是100公克26块。来听一下声音。你的萝卜比较大。没有吃萝卜，我没吃萝卜。不要。今晡日，咱我去做洗厨干，我来亲身打造萝卜板。听讲啊，新闻老新意，都无七家亲身做过，食材本日油掉的sau味。故说，一定要喊迄些老潘阿姨看一下萝卜的好闻较重要哦。第一次削萝卜哈，对啊，看很好吃。怎么样？跟那个洋葱的大不一样。好苦哦！它一点都不辣，它很苦，然后不好吃，然后没有味道。热天嘅拍萝卜咧，歪溜溜嘅苦，不过啊，伊到寒天就变做清爽嘅甜味。也下伊条就唔好过调色咧，大萝卜板还有动多些爱做诶。现在我们要磨浆哦，那萝卜糕就是刚刚我们削的萝卜跟米浆这样混合在一起，像这个米长长的，这个是再来米。那不能用其他的米吗？不可以做萝卜糕就是这个，你要是用那个我们吃饭的那个红莱米有没有？它做起来就是烂烂的这样子，不会凝固。哦，它凝不好吃固起来不好吃，那没有 Q 度。有米的味道哈，那个米香味，勾勾的，有豆奶的味道。是米的香味。以前的阿嬷都嘛用那个用这个洗脸。健康啊！不要弄我，不要把它那个品质弄坏。伊条唔起来接受体魄训练嘅咩？让开始教起来呢喏。好啦，教无相干，不过我记得潘阿姨有讲，也种全用米打嘅萝卜板，而那转起过后，我先用一日本给人，这样会行较好食咯。仙长，鸡胸肉，好贵哦。现在我们要去找什么？苹果，OK， 走。很笨的。苹果，要红的。这苹果哪一个比较好的？可以这样的，比较脆的比较好。比较脆的比较好。为什么我挑不出来？它可以放在这里的，就是已经都很新鲜，所以每一颗都算蛮好的。所以你只要挑看，如果它没有撞到啊。好，谢谢。那就这一颗吧。来听一下声音。看我不会用。这个苹果是从纽西兰来的。纽西兰有比较厉害吗？纽西兰的苹果我吃过，比较甜，就觉得应该会比较好吃。请问黄甜椒在哪？黄甜椒我带来就在前面而已。什么是彩椒？彩椒就是它有很多种颜色啊，它有
黄的，有红的，还有橘色的。黄甜椒怎么看？黄甜椒，我们现在是红甜椒。红的。对，你就要看它的地头有没有很新鲜啊，还有它表面要很光滑啊，它的颜色啊。万宜老面宜越来越进步咯，晓得爱掏出清澈嘅青菜，就唔是少买在迄个世界爱不用计较嘅问题。上摆来超市买东西都算唔错钱，下摆啊，两生意应该唔会讲咩唔错嘅咯。算价格。好对哈，你先算最贵的320。我看一下。我先跟你说不够钱。够钱你还敢说？你看，去找最便宜的。我都已经找最便宜了，你还要看一下。好，你这个去换签一下。这个多少？155。这个换。我觉得每次出来都会不够钱说。那不需要在这边打扫1个月啊？我要去结账了。来，你要结账了吗？要的。来，你不用搬，我拿上来就好了。用的呢，利用嘅洗厨馆嘅面色越来越直看，行价冲另个算唔错钱呢。26块，那是你看，那是100公克26块。它不是一般的苹果，它是有机苹果。你们预算多少钱？1000块嘛，还够啊，现在922块。你可不可以再算一下是多少元？对，没错，是不够钱。我就感觉它是不够钱，你就一直说够嘛，不关我的事。对，我们只剩下900块，只剩下900块哦。哇，那你真的让我很为难。好，那我就帮你特别打一个折扣好了。谢谢你。这样子好了，876块。谢谢你。下摆啊，又有好心嘅店头家听数打杂争过关。原来啊，超级市场地杯无强用嘅东西，可能会有无强用嘅算式方式。行一摆按算式之前，要先看清楚算式表哦。东西都买齐嘞，根本以两组嘅洗厨罐，我用萝卜嘞做出沙拉、捞肉肉，上来按用嚟做呢。来教你，1刀、2刀，一堆，不用怕，它不会咬你，它已经死了。我今天是第一次切猪肉，很恶心。腌制，不用了呀。加多少？你自己决定，是给人吃的哦。我眼先的呀。这样好像讲的。没有，不是钱的嘛？怎么办？酱油是让它颜色比较漂亮哦，颜色，然后再来要让它黏咪啊，要入味，先抓一抓。这感觉很恶心。那我吃的猪肉是蛮硬的，就是 Q 弹，但是这个是烂的。卤肉除铁挑油，还爱加加片米粉，捞水分收起来。按样啊，收起来嘅猪肉就会很较温润。肉肉都开始煮嘞，嘅万宜老面宜又煮到样嘅呢。闻看看这味道，马改咪很深，答对了，这是生味，很深。这个你要待会用盐巴，好让它本身的水分呢，还有辣，让它去出水。这边腌盐巴，你确定？你那个填一下。你填一下。盐巴分量多少？这个呢，要1大匙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用我们的手把它抓一抓。盐做得捞生菜食嘅米丝粗体，按样啊，食起来嘅口感就唔会涩叽叽嘅咧。万宜老面宜根本嘅做嘅係沙拉，故所佢條愛先專心撈長椒，雞胸肉、菱角切好分量，叫人過來看哪個做嘅肉，幾件愛蘿蔔咯。來哦，再來，哦，不用留意，上面用瓢哦。这个记得，你越是这样丢啊，它越会喷。我很怕被有喷到啊！你换你，我不敢碰。怎么这么胆小？它有点焦掉了。很好啊，这样子很好吃啦。为什么要让它有一点焦焦？你知不知道？因为啊，你像这一块要剖锅，让它里面的汤汁才能够封锁住。
啊，这外酥内嫩，这样待会去卤呢，卤出来的肉将会厚实的。放三大匙。为什么要加糖？不是咸的吗？如果是全部都酱油的话，它会死咸，就是咸咸的。那一点点糖，它可以让它去上色，糖它会焦化。好漂亮的熊某，跟你妈妈做的某熊一样。懂熊，来，再来这个，换你。绍兴酒。我说停再停，倒。哦，现在有酒味，但是待会是酒香，绍兴酒是很奢侈的。卤这一锅，妈妈没有放那么多啊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让它去煮一下，差不多要煮20分钟。等一下，滚的哎，叫你这样子 ，self。要加多少？这个呢，要用5大匙。1大匙，2大匙，4大匙，4大匙。对，拉脸！你们搞笑2人组，因为我都会怎样？会很酸，会非常的酸。好来，盐和糖。盐一滴滴的时候呢哦，一滴滴的。盐滴滴。这个叫盐。哎，盐。还恶心！干嘛还吃啊你？你怎么这么随性，直接盐汤匙就直接吃啊？这个糖1大匙，现在换你抓一抓。那你现在要一个白老鼠，谁要白老鼠？好呀。好酸。好酸。我们先吃沙拉，他们怎么样？还 OK 啦。懂后生呢，哇塞！接下来我们吃热的。猪牛，还好我们选小辣的，不然整根切下去就惨了。董熊啊，客家人啊，我们早上都是吃这一个卤肉。今天有萝卜就放萝卜，没有萝卜啊，不用马干，不用高丽菜，或者是乌耳。芋头，因为务农它就是需要很多的体力，所以说它就是有一点点酱汁配那个饭。会叫你超爱吃饭。对啊，爸爸妈妈也是一样。我每一餐一定要吃饭。好软哦，嫩嫩的。第一次做那么好吃。第摆一家老做下煮菜，第摆一家去市场，第摆到盐烘度去请食材。今晡日嘅洗厨馆啊，动用哦。就算到无所事嘅环境，每年日存出数来亲身制作新嘅事情，也团师傅离场，对清基本嘅认识食材喜事，天天嘅累积下去，无听错有音乐啦。人嘅洗厨馆，未外变做动厉害嘅总厨师哦。你萝卜比较没有辣。吃萝卜，我没吃萝卜。不要。不会怎么样。很好吃哦。来，不捞看。太好吃了。我不会切，然后你就乱切。捞那个米酱来，哇！真的？谢谢。当然下一道。baby boy。这2个姐姐她已经吃开了。多开心啊！白饭来1碗，是不是？